也毋过即摆煞来传出讲林昀儒其实是中国培训的选手，这倒是有影无咧。体育署是出面来反驳，这林爸爸嘛伫个面册来回应，讲昀儒国小的时阵，确实是有请中国的教练来甲指导，但是为高中开始就接受咱的体育署的栽培，并毋是外界所传的由中国来培训。阴暗7点，就要甲德国的这个球王来争铜牌。这场比赛原来是真硬斗，因为林昀儒是刑事局的反毒大赛，所以刑事局嘛专工拍影片加油。2019年伫马来西亚 T2 选秀联赛，当时林昀儒拍樊振东头一摆甲对手拍败，过2年搁一摆伫奥运相比，虽然输去，毋过嘛，互大家拢熟悉伊。毋过，就伫大家拢真欢喜的时，却传出林昀儒是中国训练的选手，毋但有中国教练，嘛有中国训练。网络嘛有一段影片，中国教练齐哥真疼林昀儒，比赛比了，搁替伊抓铃。毋过面对外界质疑，林昀儒的爸爸嘛伫面册回应，伊讲小学5年啊，确实是伫故宫的斗3工自费请教练，高中就开始接受体育署选手计划栽培，为着准备奥运嘛得到黄金计划照顾，包括教练和学员出国比赛训练的经费，嘛感谢民间团体赞助。另外，林昀儒倒球启蒙的学校依然国小的主任嘛无认同昀儒是中国训练的。其实我们国内很多选手。那家长也都会这样子聘请大陆教练过来协助训练啊，是对，所以这个不足为奇啊，嘿。提出国小林昀儒摕奖杯相片，主任嘛讲林昀儒自细汉的球感就真好，会使有这款的表现，真正练甲真认真。我唯一休息的日子是上场比赛的那一天。逐工的走山训练，予伊有好的体力和耐心，才会当第4强赛当到第7局。毋过面对刷落来的铜牌战，因为是刑事局的反毒大赛，刑事局嘛翕影片要替伊加油。林昀加油！林昀加油！邀请网友上网留言替伊加油，阁有机会摕到签名球。希望结合大家力量，予伊会当有好的成绩。